客家女渣案过去被认为是再利用后的产品无起诉，后来被检举重新来调查，确实台添的电磁炉的炉渣，而且后壁区的炉渣案甲客家的炉渣还佫有密切的关系。因此，台南市议会临时会上午的专案报告要求环保局说明炉渣的清毒状况。除了不断的移送之外，你有任何的保全作为吗？你甚至知道预估的这些金额待处理，那你有待处理了吗？如果说你真的有待处理之后，待处理费用有求偿了吗？求偿无得，有申请到任何执行名义了吗？没有任何执行名义，那算什么执行？那算什么？你后续再追。您告金科纸上作业，可是你后面的防范措施你也没有做到很周全啊。我是没看到你的纸本，所以我只能就你的报告去做一些记录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我觉得副座你还是要去思考一下。阿弥陀佛，负责，恁遮有啥？因为安尼报告到说的无啦，我歹势点呢。哦，你甲上看卖3.9亿，拢无半价，向一当事人呢，报一个议员去印的，甲我申请我8来咩？我申请我印的，印的咧，佮交客家佮立做伙，客家即摆佮交立德市佮立做伙。你靠迄个能力，互百姓信任，你都是个台语工业地台，拢计偌济唔知。对此，环保局回应，对民国104到105年要求业者清除暂存的，大约有5万栋，一直到109年办理的情形，整个过程拢有监控。而且要求台添的土地袂用的来开发。那所有的清理过程，包括及时的转播、24小时的监控，还有这个整个相关检测资料的公开，还有每天的清理进度，完全都公开。大概农地的部分已经完成清理了哈。那工业用地的部分，大概我们已经也2块完成清理，那有3块也在持续在进行中，那预计有明年也会完成来清理。那有1块因为地上物还有一个公司的存在，所以目前在这个还没办法马上清理之前，也会持续要求这个当事人来做这个环境监测，至少要确保当地环境是不会造成危害的。虽然环保局有向地政局来备注，台添的土地袂用有任何的开发行为，不过这位议员认为。业者为了要脱产，甚至会办理土地过户，加上客家工业区加大湾段农地违反台添的炉渣，将近68万栋，初步清理的费用对9亿到39亿不等。最后议会嘛裁决，希望1档内会用来清理完毕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